南投民间国小附设的幼稚园，是甲超商来配合，带小朋友到店内去体验做一个小小的店长，让小朋友过一个无同款的耶诞节。民间国小伫耶诞节进前，带幼稚园的囡仔来附近的超商，互因担任小店长。也希望他们可以从体验中了解到，其实生活环境里面很多的地方都是需要学习的。这摆活动会当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，伫保费算钱，就互人客过程当中学习，卖当体会服务业的辛苦。他是大爸，今天来体验小店长的活动，然后我有帮忙结账，觉得很好玩。以前都是爸爸妈妈带我去 7，现在我在里面当小店长，也可以体会他们很辛苦。除了小店长的体验，学校嘛安排学生来写卡片，还有办理耶诞节运动大会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带给囡仔一个欢乐的过节气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